好，来继续来看这台南新营糖厂，是当地真有代表性的建筑。市府的都发局特别把这个糖厂改造做地景公园，而且来结合着铁道的元素，打造一个全新的休闲的景点。搁来举办着地景艺术的创作活动，要邀请大家来佚佗，认捌着新营糖业的文化。永贵新营糖厂即马嘛被改造成为地景公园，并且结合铁骑路的元素，成为大新营地区的一个新的休闲景点。市府将伫11月7日办活动，即摆嘛邀请到两名在地艺术家刘铁安来参加创作，打造一个新的装置艺术。市长黄宇天嘛亲身来宣传，包括我们后壁，好，包括我们盐水，好，包括我们这个柳营白河，好，东山这个大的生活圈，我们希望说能够打造成为一个非常让在地的市民以及外地的观光客都很喜欢流连忘返。好，不管来吃吃喝喝、逛逛、买买走走，通通都非常适合。即摆嘛有规划骑脚踏车的活动，参加的人嘛使得到特别的纪念品。说来，逐礼拜拢有无共款主题活动，邀请全国乡亲做到新营参观这个全新的景点。